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发生在山东的离奇的拍卖。这个是大象新闻报道的标题叫民企2000万投资遭政府职能部门套路，就是民企被政府的职能部门套路了。说山东淄博国有资产拍卖资料造假，民企2000万资金去向成谜。报道这么说的他说一场结果早就内定的拍卖，一份伪造的地质勘探报告，一份弄虚作假的样品检验报告，不但骗走了我2000多万元资金，还连带给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6月4号，山东淄博54岁的民营企业家宋春燕向大象新闻记者诉说自己这3年来的遭遇，并质疑淄博市博山区自然资源局、财政局联手给自己做了一个局。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淄博大家应该不陌生淄博烧烤红遍中国。但是淄博不光有烧烤，淄博还有这个桌子底下的这些黑幕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淄博的这个桌子底下的黑幕。2022年3月淄博博山区自然资源局拍卖88万吨核底料项目，内定必须由国资公司中标，后加价15%转售民企。项目拍卖成交后又遭变更，标的缩水至62万吨，由财政局旗下公司接盘。宋春燕经中间人介绍垫资2000万参与，但实际开采仅得14万吨劣质石料，与承诺严重不符。后调查发现相关单位提供了4份拍卖依据文件，2份涉嫌伪造，地矿局否认出具过处置方案，该处置方案公章经司法鉴定为伪造，检测报告与实际不符。博山区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显示拍卖价款2000万已经上缴区财政局，但是区财政局却否认收到款项。大家看视频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债台高筑，债主们天天来找我，那么多债主来找我要钱，我88岁的老父亲摔倒了，然后在大年30撒手人寰。从满怀希望的投资者到陷入巨额亏损的负债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有一个一方院的公司，他的法人叫王小谦，给我介绍这个项目，说是就是有88万吨纯河沙，洗一洗能卖到120，88万吨政府的起拍价呢是纯河沙35，区委区政府定了，就是必须是博山的公有公司去摘这个盘，不允许民营去摘。40块2毛5，他一次性卖给咱，洗一遍120，第二个你才送告诉我们。公共资源网上公开拍卖的，我都查了公告了、拍卖公告了等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投资去做了这个项目。88万方乘以这个35块钱呢，是3103万块钱。26号是最后一天，说实话，他必须让咱做，呢，那就是今天这个协调就是2000万，必须2000万。然而在投入2000万后，宋春燕却发现事情远非如此。政府本身第一次拍卖了是88.58万吨，第二次拍卖了是62.9772万吨，我最终拉沙子一共拉了14万吨。首先数量上差额非常大，送到这个高速公路一验，它的压碎值和这个堆积密度是根本不符合的，也就是说甚至达不到风化沙的标准，根本就是不像他们一开始说的合格的建设用上。数量、质量和实际情况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我就要求自然资源局公开你是依据什么样的资料来做的2次拍卖，我把2次拍卖的这个拍卖的那个号我都已经发到这个要求信息公开的。
只把第二次这个依据了4份文件发给我。这个处置方案呢是山东省地矿局801大队出具的，我就找到这个山东省地矿局的纪委，地矿局的纪委呢就给我出了一个回函。第一呢，我们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的编制；第二呢，我们没有用章记录，这个章是假的，送到这个广东省有司法鉴定的鉴定所去鉴定这个公章的真假，经鉴定是假的。随后，宋春燕又对其他3份文件进行了调查。因为实际开采出来不是这样的，我就委托咱们淄博市公证处全程录像上现场采的样，然后呢和自然资源局送到同样的部门，就是按照同样的那个检测的那个项目进行检测，结果我的检测报告是显示不合格。这些假文件是属于伪造的呢？政府为什么会使用伪造的文件作为拍卖依据呢？什么假公章只是瑕疵，这个程序倒置是个正常流程。宋春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获取的文件显示，政府在拍卖过程中存在诸多程序问题，甚至在第一次拍卖时没有任何勘探依据。其实我知道里面有承认没错，我是为你是可以，我把你是违背的，听到？无奈之下，宋春燕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然而，从2024年9月起诉至今，案件已经超过了正常审理期限，但仍未有明确结果。所有的3个法官都调走了，又重新到了新的法官手里，新的法官呢又全部重新开始审理，8个月的时间就白白的废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8个月时间不仅仅是个神仙，我们每一天过得都非常非常的艰难。在法庭上，宋春燕提交了伪造文件的证据，但政府部门却始终未对文件来源和资金去向给出合理解释。这个大象新闻呢，胆儿够大的啊，把这个涉及官方的这个问题啊，他给捅出来了。这是民告官啊，宋春燕呢，依据民法典新规定起诉了16个涉案方，案件受理超6个月未判决。宋春燕说啊，前期我投入了2000万，随后又陆续投入几千万，这些钱大多是我借来的，现在法院迟迟没有判决，我的钱就追不回来，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我原来的生意也因此做不下去了。那到底是谁伪造了拍卖资料呢？按理来说啊，山东淄博国有资产拍卖，这个是自然资源局，它有必要去造假吗？大象新闻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引发网友的舆论的这个关注啊。那到底谁伪造拍卖资料？为什么要伪造？伪造的资料又是怎么样通过审查？最后这些伪造的资料怎么会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拍卖国有资产的依据？6月17号啊，这个大象新闻记者再次到山东淄博去实地啊了解情况。大家看视频啊。太远了，说实在的，我们这是顶雷避火。通过就是这一些朋友之间介绍一下关系，就说当时很明确是说，第一个那个处置方案是财政局给我们提供过来的，因为我们是行政主管单位，我们负责组织拍卖，必须这材料这个组织经过我们手，我们只是对相关单位部门报过来的材料、申请材料进行这个形式上的审慎的审查，内容我们肯定也要审查嘛，但是章的真伪性，我们部门这个行政机关吧，没有对这个章的真伪性进行甄别鉴定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局那个工作人员啊，当时联系咱保定友在淄博一个分院，他当时一个副院长叫王斌，通过就是这一些朋友之间口头委托这个保定友，虽然没有具体这种协议，但是确实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代表财政局去委托这个保定友啊这个王院长，当时他答应他能做，然后他们就从那个微信上给他们抓过来一个 PDF 把一个上市了这个方案，当时方案还带着一个章，但是当时咱拿这个方案来之后，咱也没有这种技术手段对这个方案这个章它到底是什么情况去做一个了解，我们也不清楚
他为什么在他那个里面没有公章登记和这个房管编制这种记录？检察部也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委托他一个朋友到现场提取样品，送到张店这个检验公司，做一个化验，然后把这个化验结果给我们拿回来。但是我听你说，都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委托自己的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这个符合咱正常的办事流程吗？这个，我认为只要是这个鉴定报告结果是真实有效，我感觉对这个就是这个拍卖过程没有其他影响。自从大象新闻播出以后呢，区政府联系我了，说尽快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呢也希望这个事情得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这个简直啊，让人匪夷所思啊！政府的报告居然是委托朋友做的。就大象新闻这个报道啊，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啊。首先一个，国有资产拍卖资料居然造假，事后啊，大家都在推责任，都觉得自己冤。材料是由财政局啊，居然委托人做的，财政局职工啊，找朋友做了这么个资料，这资料还是假的。完了之后把这资料报给这个自然资源局啊，说我没有义务啊去审核这个章子的真假，我只是根据这个报告，然后在我完善我的流程，然后去拍卖。那为什么财政局会牵头做这个事呢？那恰恰说明啊，地方政府缺钱。从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地方政府这个收入里面，非税收入啊，是不是增长特别快啊？因为现在卖地收入已经没有了，税收呢，对吧？靠增值税，靠那些税，那你也很难增长。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这个卖地收入啊这个缺口，对吧？他要给这个公务员发工资啊，他这种各种开支啊，他就得找钱，实际上就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里面有罚款，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对吧？你骑个电动车没戴帽子罚50，各种罚款啊，还有远洋捕捞。这都是来钱路子，都是非税收入。但是非税收入里面还有一大块，就是政府卖这些资源，政府把手上的那些资源出租或者是变卖，那这个卖河沙这个就是来钱路子之一。它不是自然资源局组织拍卖，它是财政局组织拍卖，就是财政局发起，那就说明财政缺钱了，到处找这个可以卖的东西，变卖家产啊，咱们这么理解。发现那个河沙可以卖钱，但是如果卖个1000万、几百万，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就去做假的资料。说来说去就是财政局缺钱。第二个啊，这个财政局的公务员他托朋友去做这个假的资料，这里面涉及几个问题啊。因为像这种出这种报告啊是要收费的，一份报告它是按照你的这个多少方多少吨，它还收几% 的这个叫评估费，或者叫什么啊？评估有评估的费用，这个钱多则几十万，少则也得几万。如果你找正规的啊，这个地质勘探队或者是检验检测机构啊，比如说801大队，你要是正规的找他，那么他恐怕要收你几十万或者10几万啊，这个数目不等。那么找朋友呢，朋友就收你8万，很便宜。哪知这个朋友啊，直接给你出了个假报告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财政局，对吧？受益这些工作人员，对吧？你得往虚里报。这个在这个这个什么探矿、挖矿，在这些行业里面啊，这个叫屡见不鲜。一点都不稀奇，请这个评估机构啊，给你这个自然资源往高里估。为什么要往高里估呢？往高里估，它的经济价值大，它就可以把它押给银行，抵押给银行就能贷更多的钱，对吧？你这矿啊，实际上探明储量只有1亿吨啊，完了这个品位是多少，它的经济价值一算，那你贷的钱少啊，所以他直接给它就变通啊，想办法给它做高，变成2亿吨，那你这经济价值就大了。那你这个把它，因为你有这个这个勘测的报告啊，相关的各种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评估依据啊，这个评估的结果一出来，拿着这个可以去银行办抵押，然后就把钱从银行贷出来，那当然是把它往高里估啊。所以说啊，这个淄博的这个下面这个博山财政局恐怕也是跟其他的做法是一样，往高里估，只是这一次办砸了，有点过了，那公章都是假的。如果公章是真的，对吧？这个评估机构啊，他给你出个虚高的这个报告，那最后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那就是银行呗，银行承担就是大头承担。所以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比比皆是啊，一点都不稀奇。所以第一个反映的是地方政府缺钱，政府开始变卖家产，到处搜肠刮肚的，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卖，对吧？第二个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虚标啊，往高里评估，这个是一个行业的乱象。第三个就说明这里面恐怕还有黑幕啊，就是说什么托朋友去检测，那中间肯定能吃回扣，对吧？这个便宜啊，
哎，你要通过801大队正经的去评估，我举例子啊，恐怕要你30万。好，你通过朋友去评估呢，28万。这个朋友拿去是他搞了个萝卜章，一盖，实际上他成本很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这28万呢拿到手，他返你18万，这还算小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最终拍卖这个钱呢，只有一小部分啊上交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恐怕变成他们自己的小金库，哎，他们自己也要发奖金啊，甚至啊流入了私人的这账户都有可能。第二个方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政府组织的这些招标啊，那都是走个形式啊，你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实际上你看都是内定啊，这个标必须由国有企业拿到，国有企业你既然要求国有企业，那就能要求哪家公司拿到，对吧？你是为人家量身定制的，所以这里面都是黑幕。哎，这家公司拿到之后，他自己又不去干活，马上转包给一家民营企业，这家民营企业呢还不干活，再转包，就层层转包，每转包一次就扒一层皮，每转包一次就是利益输送一次，最后把这活给他那个真正干活的人一干，发现完了不挣钱，上当受骗了。所以咱们什么政府的拍卖，那有很多都是内定的，咱们叫蟑螂定律，对吧？一个蟑螂出现的时候，就说明你们家全是蟑螂。也就是说，像这种事情啊，恐怕也是叫见怪不怪，都这么操作。由这个地方国企扒15%的皮，对吧？那就是加价15%嘛，转出去。那为什么他不能直接转给宋春燕这个人呢？具体干活的呢？而是转给一个山东什么一方院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哎，这里面有多少黑幕啊？这就是个手套啊！然后再由这家公司转给宋春燕。第三个方面啊，我就要说的这个宋春燕。作为民营企业，值不值得同情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呢。正因为有宋春燕的出现，才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它就完成了。这个宋春燕为什么要告呢？是因为自己没赚到钱。如果他赚到钱，他不会告的。现在觉得别人套路了他，一怒之下告了。你想一想啊，这个河沙呀，35亿吨，这是拍卖的，然后加了15%之后，哎，发给这个山东一方院是42块钱一吨。好，你这个宋春燕你来了，哎，42亿吨你就能洗一洗，卖到高速公路就是120亿吨，有事吗？这么好的事落到你头上，这得有多少人去抢啊？这个宋春燕啊，隐瞒了多少事实啊？你是怎么拿到这个项目的？你想想啊，你把河沙挖出来，拿那个筛子筛，那现在都是比较简单，水一冲一筛嘛，把那沙再细分，对吧？你按照它的那个大小啊，然后你送到高速公路那个修路的地方，就120亿吨，赚钱这么容易啊，对吧？这个生意一下几千万就到手了，权钱交易，所以我觉得啊，不值得同情。没赚到钱，事后啊想抵赖，为什么呢？但是这是我推测啊。你想现在到处都是内卷呐，竞争非常激烈啊，咱们的基建呐，现在到处都在停，因为政府没钱，高速公路啊能不修就不修了。即便还在修，那盯着这个肥缺的人，盯着这个给高速公路送沙子，这都需要关系啊。大家都在卷啊，他卷不进去，很有可能他的高速公路这些给人家送沙子，人家不要，对吧？不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人家的比你的好，比你还便宜，你这个不符合标准，拉回去吧，对吧？那宋春燕一看，我这中了这么大的一个88万吨的，往哪儿卖啊？这玩意儿你不能，你现在你过去不着急啊，因为过去房地产非常火啊。你这沙子高速公路卖不掉，我卖给房企，对吧？卖给那个陈建山，卖给这个恒大、碧桂园、万科，人家都抢着要。我为什么知道呢？实际上我也还做过这个行业。以前我们企业啊，就是在矿山剥离的时候啊，就会剥离出很多石头出来。当时我们就想着把这个石头剥离出来之后啊，这个石头如果把它打成这个石子儿，卖到建筑工地啊，卖给开发商。那个时候开发房地产比较火热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不一定准啊，印象中好像这个石子啊300块钱一个立方啊，那涨得非常高啊，全国都好像都缺这个河沙和石子。如果有做房地产的啊，有做这行业的可以说一说，大概是18年、19年，有房地产这个特别火热啊，全国都缺沙子、缺石子儿。它这个事情发生在2022年，对吧？都是各个基建房地产熄火的时候。他以为他机会来了，对吧？这2000万一掏啊，就可以把这沙子卖到高速上捡钱了。这是，当时我就找了很多这个开发商，还有承建商谈这个事情啊，我才知道这里面猫腻非常多啊。你的石子和砂石想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它有各种标准、强度，对吧？因为当时我了解了一下，后来把我们那个石头啊拿去一检测，不行，强度达不到，对吧？就指标达不到就算了。就是我通过那个事，我了解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黑幕啊，所以的推测是什么呢？合理的推测就是在基建
房地产火热的时候，就这种标准的河沙一样的会卖出去，因为缺，对吧？你没有达到标准的河沙，卖的便宜点，对吧？那个达到标准的河沙卖的贵一点，然后把两个一掺就可以用啊，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事为什么没做下去呢？为什么对吧？反目成仇呢？实际上这个所有的民营企业老板他是心知肚明，他知道这里面有猫腻，你以为他真傻呀？他知道这里面有猫腻，知道这里面都是大家约定成熟，都在里面造假，不要紧，我能赚钱就行，对吧？我一算88万方，完了一方我净赚20，那是多少钱呢？小2000万就到手啊，对吧？再努力一把，王健林说的这个小目标你就到手了，这需要什么高科技吗？这需要投入什么东西吗？都不需要的，搞几个挖掘机，对吧？搞几个皮带就完了。后来这沙子卖不掉，销售出的原因就是基建、房地产熄火，他往哪送啊？他给人家开发商送，人家要的不给他钱，对吧？你可以你送来，我先用着，什么时候结账不知道，所以你看一赔钱，对不起，对吧？他就要找补啊，就得往回倒，掀桌子，这就是掀桌子。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潜规则啊，表面是一套，实际上是私下里是另外一套规则在支撑它运转，这大家心知肚明，不要说明白，不能放在桌子面上说。结果这个女的赔钱了，那不好意思，掀桌子吧。有的地方政府你掀桌子可以啊，你不讲武德的吧？那行，那我就以刑化债，找个理由把你抓了，反正都不讲武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女的她赚了钱，她还会告吗？她还会报这个黑幕吗？所以说以后这种黑幕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就运行的规则就这么个规则。但是以前为什么运转挺好的？因为大家都有钱赚，大家心知肚明，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到现在，对不起，我不赚钱了，那大家谁也别想好，要么你把钱退给我，要么咱就翻脸，反正活不下去了，不就这点事吗？所以这个事情，拍卖资料造假，对吧？它揭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叫虚标嘛，对吧？本来就值10块钱，他非要说值50。虽然我推测的是对这个民营企业家不利是他掀桌子，但是我不代表我给这个政府洗地啊。我觉得政府你拿这个假资料，那首先责任在他们，对吧？你居然这个拍卖就是个形式啊。这个肯定得查。第二个，你作为这个公职人员，对吧？居然这个就这么随意啊，交给一个朋友去搞这个评估报告，这里面也有猫腻啊，对吧？这些大家的心知肚明，都知道，一查一大把。我只是想说，这个所谓的受害者、民营企业家，他真的是无辜吗？不要被骗了，狼狈为奸，然后这个狈他没沾着好处，所以那就掀桌子。这样的事情有多少啊？我记得以前是云南还是贵州那个民营企业家以刑化债，我也这么分析的就是没有无辜的人就这些人能搞土方这个砂石的，大家自己去打听打听，有好人吗？这咱也不能太绝对你可以问问你们那地方那个河沙都是谁承包了，对吧？你给高速公路送石头送沙子的都是些什么人，对吧？你能揽上这个什么土方工程的都是些什么人？所以说来说去咎由自取，狗咬狗一嘴毛。想占大头的便宜，结果被大头耍了，或者没占着，对不对？他明知这里面有这些问题，这是个坑，为什么要往里跳是因为他认为他能赚到钱。那现在没赚到钱，那对不起，是你们骗了我。不是说他戴个民营企业家的头子戴个民营企业家的帽子，那就得保护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他是腐败的一环，某种程度上他是助纣为虐你想想42亿吨，完了你挖出来洗一洗，120亿吨，多少婆罗门就是靠这个发财这样的事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的这些低价拿的国家的资源卖不出去，砸自己手上了。这就好比开发商，对吧？从政府手上买了地卖不出去盖房子韭菜不买暴雷，不是一个道理吗？现在开发商回头找政府说你这个地卖贵了，你退我钱。这还有专家对吧，在那儿帮开发商说话的，忽悠政府，你发债把这个地你再收回去，多少钱卖的你多少钱再收回去总之整一个乱字了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